一站式海上度假食玩嘆，估唔到坐郵輪去旅遊係會咁好玩㗎！郵輪上嘅設施勁豐富，每日最忙嘅就係要安排時間去玩晒全部嘢啊！呢條超長滑水梯，佢哋玩咗超過30次，真係勁正啊！海上面嘅高空滑索，哥哥話好好玩啊！玩咗咁耐，又係時候去食嘢啦！船上一日3餐全部免費，想食中餐可以去北極星餐廳，嚟到餐廳可以食自助餐，食西餐就去索菲亞，菜式好高質，仲有精緻甜品，睇佢食到清晒碟就知道有幾好味啦！呢度每日有2小時免費託管，實在太貼心啦！呢個時候梗係要去返露台客房瘋狂打卡影靚相啦！每晚必到星座劇院睇表演，哥哥仲被邀請上台一齊參加，好開心啊！表演每晚都唔同㗎，記得去睇啊！紅毯之夜氣氛勁好，小朋友有人陪玩，大人可以飲返杯，仲可以喺星光遊戲館打返鋪機添。今次郵輪會喺三亞上岸，我哋去咗沙灘散步，去咗商場玩同埋食嘢，買埋手信就上返船啦！呢個旅程真係令人身心放鬆啊！想知更多郵輪資訊就留言問我啦！